报道。高雄有10个朋友共同甲一间餐厅订到，讲要食2号中昼的12点半，嘛先立1000块做定金。也毋过这阵人是晚1点钟才到位，路尾在做算小的时，点头讲这定金爱扣500起来，这是引起消费者不满，甚至佫叫警察来。人客找柜台人员理论愈讲愈大声，会这么激动，都是因为因有12个人利用定位系统订6月25中昼11点半，交1000块定金，无想到用餐迄天晚1点钟，头家扣一半的定金，引起人客不满。我们订了12点半，但是我前面有报备，我说时间会delay到，就是我食遍全世界餐厅，没有人像你这样做定金，就只是表示我会来。人客坚持袂使无成功就扣500块的定金，佮惊动警方到现场处理，佮要头家让步1000块全部抵消费。应该要先讲清楚会比较好一点。通常15分钟以内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超过15分钟本来就。我是觉得 OK 的，因为这样的一个迟到的情形，造成餐厅有一些损害存在。那餐厅依照民法的关于给付迟延的相关的规定，是可以跟民众请求相关的，因为这个给付迟延所造成的损害。所以像每一间店定位拢有无同的规定，亲像这间伫台北东区无用餐时间限制的地中海餐厅，只要超过10个人以上用餐，都爱付定金。不过店员原来伫逐工开门营业的时阵，一个敲电话给人客，确认到场用餐的情形。晚到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会去扣他们的那个定金。时间快到的时候，真的人没有出现，我们也会再拨打电话，然后跟他确认一下目前他的状况到哪里。消保官表示，若做餐厅无事先通知，也是无一寡书面约定，扣除定金，也是损害造成的损失请求，除非餐厅会当举证，所收到的金额拄好是餐厅所造成的损害。若无对消费者来讲，这就是属有突袭性损害赔偿，就较有消费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